同你講件好有趣嘅事，日本冇到1.3億人，美國都冇到3.5億人，英國呢連8千萬人都冇有，而俄羅斯呢就僅僅冇到1.5億人。呢4個國家加埋一齊再乘以2，佢都講冇上我哋中國人嘅多。但係呢冇知道點解佢哋冇擔心嘅人口嘅問題，而我哋呢就一直擔心呢個人口嘅問題。你係咪好好奇啊？我直接講俾你聽答案，因為我哋一直喺度追求嘅人口紅利。人口紅利係咩錯嘅意思啊？如果用大白話講呢，講白一啲就係，如果我哋做工嘅人多，白食嘅人少，就叫做人口紅利。而我哋而家呢係達唔到呢個平衡嘅。我哋而家可能係做工嘅每日更多嘅，但係需要養老嘅呢就多起身啦，佢就冇有咗人口紅利啦。所以呢我就問各位一個問題：人口紅利究竟係貶義詞定係褒義詞呢？有諗過嗎？我覺得更加似係一個貶義詞。如果你冇理解嘅話，我幾個例子講俾你聽。你比如講，我做某一隻行業，知道咗規則嘅紅利，咁你肯定會鑽規則嘅漏洞啦，係嘛？再比如講，我近幾年呢就食到咗政策嘅紅利，咁肯定係呢個政策本身就已經蝕底啦，就俾你補貼啦，俾你佔便宜嘅。再比如講，我知道某資源嘅紅利，你肯定係呢幾年過度開採某一種資源，呢個資源呢就蝕底嘅，而你就攞咗隻數啦。叫乜嘢人嘅紅利呢？就係乜嘢人蝕底。咁請問一下，人口紅利倒霉嘅係乜人呢？蝕底嘅係乜人呢？冇使講，肯定係人口呢2個字啦，係嘛？我突然間就諗起幾個問題。之前呢就爭論不休嘅，你比如講蘋果嘅代加工嘅工廠係冇係我哋國家最多啊？而且最大嘅一座工廠喺邊度啊？喺鄭州。我哋要思考一下，以前呢我哋可能會引以為傲，佢冇喺我哋生產就產冇出來麼？難道真係咁回事麼？而點解又要放喺鄭州呢？謎底好快就揭開，可能就係佢嘅人口嘅平均工資會比較低啊。而今日呢個代工廠走去邊啊？走去咗印度啊、越南嗰邊啊？難道係因為越南同埋印度嘅技術水平已經超越我哋麼？係因為佢哋嘅創造力比我哋強麼？錯啦，錯晒啦！極有可能只不過係佢哋嘅人工工資比我哋更加便宜啊，係嘛？仲有一個笑話，就講美國人嘅馬桶壞嘅，佢哋冇捨得攞去維修，呢個係真㗎嘛？係真㗎，因為美國人嘅馬桶壞咗之後呢，如果想要維修，修馬桶嘅平均價格大概係300蚊美元，折合人民幣呢係2000以上。修一個馬桶點解咁貴啊？零件貴麼？冇係人工貴啊！那麼喺沒有人口紅利嘅情況下，仲喺度硬食人口紅利，係嘛？就會出現一個詞叫做咩啊？內卷。聽到耳熟嘛？咁你講俾我聽，今日你所在嘅城市內卷冇內卷啊？再簡單講下，就係你哋工廠3-5個人喺度做工，有50幾個人喺度指揮，一到食飯時間呢，又多出幾10個皇親國戚，就係咁個意思啊，明白嗎？